这罐的定妆效果超级好的，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，今天就来实测给大家看看。这是现在的时间，我是刚刚11点左右的时候完妆的。那晚上7、8点再来看看我这个妆容，经过一整天的活动，到底会变成如何呢？现在的时间是。妆感呢维持的还蛮好的，而且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啊，出油的情况也不多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戴上口罩试试看吧。之前没有用定妆喷雾的时候，大家也知道，如果脱妆，口罩上就会沾染非常多的粉底。我还轻轻的按压咯，然后顺便再讲一些话好了，因为我真的使用它之后，好几次的妆感呢都维持的非常好，口罩上也不会脏脏的，所以呢，觉得这个真的太好用了。你们看，口罩还是非常的干净呢，真的超厉害的。最后要说，这罐真的超强的，尤其是现在炎热的夏天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。那之后有什么好物再分享给大家吧，拜拜。